南北门的井仔脚有供奉着一尊全台湾唯一的地面人身的地母娘娘，专门咧防求姻缘。咱继续就来讲这尊媒人婆，这个媒人婆地母娘娘的故事。 全台湾佛寺神明有几啊位，大家拢有家己的信仰。不过，这尊全台湾唯一的地母娘娘，大家敢有听过？这是伫咧台南北门井脚定海将军庙佛寺地面人身的地母娘娘。肚子饿嘛，所以就会找东西吃。然后找东西，我们这边当地的居民就会有种一些菜呀、村民看到它啦，然后就会给它驱赶。即摆地母娘娘是当地渔民重要的守护神，不管是求姻缘或者是求偏财，拢真少。因为祖母那样交代，我是媒人婆，所以这个糕要让大家来跟她拜拜之后回去吃了，你就知道有一个恋爱的感觉。 即摆求姻缘，毋若烦恼会当斗相共。北门井脚的地母娘娘嘛是媒人婆，欢迎独身的男女若是有需要，都会当来到北门井脚参拜，诚心向地母娘娘祈求一段好姻缘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